有一个菲律宾的女性30多岁，伫台湾转机到香港，为着新冠病毒。疫情指挥中心讲，这个头一站转机确诊的个案，伫台湾机场停留的时间无到2点钟，加上伊座位的前后2排拢无坐台湾籍的旅客，所以研判应该是到台湾进前就已经为着病毒了，也就是讲感染源毋是台湾。 6月25，台湾才打开放过境转机，人来就好，无想到讲连病毒都来啊！一个对菲律宾要到香港的30多岁女性，7月初3台湾转机，伫机场内底停留点半钟，过来入境香港了后体检，7月初4确诊。台湾嘛，伫迄天下晡4点收到通知，但是短点半钟感染源够可能台湾。台湾的转机的时间只有不到2个钟头。 那另外，他在转机的过程当中，所有转机的旅客都有戴口罩，他的前后2排的乘客都没有台湾籍的旅客。 感染源毋是伫台湾，加上地勤，还有工作人员，因都有服务镜、手套，还有喙暗，全副武装。但是嘛是爱注意 ，WHO 和美国的 CDC 拢表示讲，民众爱注意就是对目睭、耳仔、鼻仔，还有喙直接接触感染物，还有吸入患者的喙瘾，这2种传播方式。但是国际有239位科学家认为，气溶胶的传播力就是较细瘾跑伫空气当中飘散，这嘛爱注意。 大部分的感染科的专家呢，也是认为气溶胶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，整个疾病的传播的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小。你把飞沫传染、接触传染都做好了，其实气溶胶的传染也被你挡住了。世卫专家认为，目前气溶胶的传播还佫有争议，所以袂当有一个结论。不管如何，感染科医师拢强调讲，只要把喙掩挂好，就会当阻挡任何的传染方式。解封唔是放松，防护一定要注意。